中央设立1922专线，这一档来针对 COVID-19 疫情，协助解答民众的顾虑，进行通报，甚至疏解民众的情绪，进行24点钟的免费服务。另外，因为担起1999市民服务热线，每一档的话务量嘛达到24万通。健康会议改版以后，佮增加网络电话、扩大案件通报平台等5大功能。所以，议员刘慧颖嘛要求市府便民，将1999这类疫情咨询通报的专线。这几天也接获到很多民众的反映，说特别是在疫情相关的，不管是通报或询问，那他们在打1999的时候，1999他第一时间都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回应，那都来要求来打2880-180。可是2880-180，民众打过去之后，可能适逢这个假日或这个周末，所以呢，他并没有人可以来做接通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部分我在接获反映之后，有立马来要求卫生局应该尽快整合1999跟2880-180的专线，让1999也能作为这个各局处通报的统一窗口。因为1999本来就是一个市民服务专线，特别是在这疫情期间，那大家都已经习惯来拨打1999，应该让它跟防疫专线能够合而为一。根据了解，目前台南1999专线也有手语视讯加文字客服，如果民众无愿意线顶等待，也当利用语音留言，后续将有专人回答。台南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。